台南市一名47岁张小姐，原本体重将近100公斤，因为多年的肥胖、有糖尿病，加上重度的困眠呼吸中止症，经过安南病院胸坎科加减重医学中心所谓矿场的减重手术，不但成功减重，而且血糖加呼吸中止嘛拢改善。之前都认为来做这个减重手术是为了爱美什么的，所以我一直不想来做，怕被人家误解。可是这个可以改善我的糖尿病，还有一些我的那个身体机能也都变得比较好，现在生活也都比较正常。安南病院减重外科主任施明哲医师表示，所谓矿场的手术嘛叫做胃手术的加强版，不但同时减少患者的胃容量，并且同时改善肠道的荷尔蒙，会用减少传统胃绕道的并发症，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心智手术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它解决了胃绕道这个手术长期照顾上困难的议题。它比较不容易复胖，生活品质会更好。从长期不需要像胃绕道手术一样要这么辛苦的要追踪、要吃重维他命、要吃些铁剂。而且根据我们资料上来看，中长期上来讲，发生了像传统胃绕道的并发症，像胃出血、疝气，那营养不良情形是几乎是比例，是绝对是大幅的一个改善，几乎是没有。对，那我相信这样的手术，我比较喜欢形容它是一个胃缩小手术的一个终极加强版。对，它站在胃缩小这个手术的基础上，然后做一个肠胃道一个矿场，就是小肠绕道的一个改良，所以它其实结合了这两个我们刚刚提到传统这个胃缩小跟胃绕道手术的一个优点，避免得到它的缺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在这个医疗这个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良、优秀的手术。安南病院院长林胜哲表示，肥胖加糖尿病的治疗千万袂用得等，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减重医师来咨询治疗。国际代谢形态医学中心的院长黄志坤嘛表示，该中心对2014年到现在，总共协助超过6000位的患者成功减重，其中635位接受所谓矿场的手术。在一天内减掉80%的过多体重，同时高达95%的糖尿病患者嘛用得到缓解。在手术后，唔免再再额外来服用血糖的药啊。台南新闻林根许曼珍采访报道。